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就行政院客委会的统计，今年的中埔、竹架、水松、屯海口也得乡镇行人路没少哦。特别是海口乡，有55%是祖上来自广东牛皮的行人。虽然大家身份年年走路好老化的，不过为操到本海口人重新认识祖先的文化，最近当天连连沙办的客家相关活动，开行人研习班，向公所还想要好好利用也特别的好老客文化，重新打造海口老街，同时串联附近的建筑、饮食同产业，不也点清的农业小镇，本大家看到。陈居民、陈清伟的报道。他呢係買衫嚟到糖喺度，上一上行較多嘅人客，係好老記嘅傳統市場可以嚟當無客。不過下晝時條就係冷冷落落，看唔到乜嘅人。唔係按法嘅總正路路結，實係係好唯一嘅記錄。順向專門庇護嘅封裝嘅記錄，特別係係整理當好。行家係海口太畢業的素材，最重要的服務式身體。你較早伊這是上到一個咱溪口鄉的市中心嘛，你所有外來要來招買生，要來招交易，攏是佇咱這個所在嘛。所以原底咱有一間旅社佇這個所在，有咱就就看到這間和平旅社。它是在這個整個笨港份比較廣泛的笨港的整個商圈，然後跟大批的這個動線，它是一個終點，所以可能在這邊形成一個。後來就叫為雙溪口街了。海口位啲港醫院不撇，老園林院的太比太靈夾結，路名按做松海口，意思就係松夾水的所在。除咗好運貿易發達以外，呢片呢關塊內通，本一條將有8個人公測嘅街路，啲前物土工連結都發展咗重要嘅設施。他們以這個三疊溪的水灌溉過來，好，從柳溝莊，然後灌溉到下崙，然後甚至到這邊。輪尾，所以這邊是一個非常富庶的一個區域。不過也因為啲河壩水，特別見到到落太期北邊迄個時節，仲會造成呢度嘅災情。內比居民對特別發生嘅水災，記得很當清楚。一邊啊吼，一邊啊呀，迄溪洪叫崩嘅，啊伊水足懸嘅，你吼啊從啊下落來，一時啊爾都無幾分鐘，我抱3囡仔過對面爾。如果較久我冇印象。就算災難無貼，海口人係唔願意放棄，按好按發他的素材。啲啊開挖把拍，就海口鄉公所統計，一個配角1年底嘅鄉鎮，石油到達3萬人，全鄉甚至有超過100係牛皮客嘅後台。像比如說台灣都房的這個記錄上面，我們的溪口的這個客家的族群大概有4026人，然後到1966年的時候，從這個戶口普查有到5000多人的這樣子。那我們為了讓這個鄉親他們知道自己的這個根源，所以去跟這個客委會呢爭取，然後有舊的這個衛生所，然後改建成這個客家文化生活館。係100年前的事情呢，因為100年前一本地係客家莊，因為100年前已經可能本好容易慢慢嚟同化嘅驚佢小客家人，除非講外地加來嘅，那麼講客。為了本海口鄉民認識自家族群源頭，鄉公所成立了客家文化館，提供客家相關的歷史語片嘅展覽。不過對呢度海口人來講，客家實在係當上所謂名詞，還較唔是講身份認同。較早第一邊嘅天公廟後壁，阮咧都是佇遐分堂誒，正樓都是佇遐分堂誒。較早誒講佇對。我聽我年輕人講福建省啊，什麼客家省也來，我也知，我嘛唔知啊。剛開始成立的這個部分呢，我們的鄉民他會覺得說，我們溪口鄉真的有客家的族群嗎？甚至有很多的一些外地的旅客啊，他們甚至有抱持在踢館的這種心態啦，然後就覺得說，真的有嗎？呢度咩清楚，係喺鄉嘅族群分布流貼線，因為學者透過田野調查。變歷史文獻一條方式，一步步嘅重新建構，海口好老客嘅演變。
其中信仰还是本出族群的重要方式。海后节是台北县新界33国王庙53年装的第3节气，以件的装条纪念，也是33国王庙的新装。它的最容易辨识的就是大批的新街33国王。那个在普渡的时候，我们这边如果有去请那个王爷，请对33国王请王爷，那个就是客家的聚落。要不要现在烫？来，棉花烫。那个油豆腐汤。除了信仰以外，实测还可呈现出海后老夫圈的好老庄协销无红样。啲海后老节竟然作为50年的小食摊，虽然看板下店好老发现的瓦粿，不过啥系当客家面。有讲啊，咱遮都拢南菜脯尔，无咧南香菇、南人，拢无咧南安尼。有啲老一辈嘅海后人，虽然讲定当不了嘅好老法，不过对种族亲切的称呼，啥有当特殊嘅行业嘅变现。因拢嘛讲阮听，因拢叫大家拢叫阿咪，叫大官拢叫阿爸，叫阿伯拢叫阿爸呢。哟，阿姐叫阿叔。从发言、信仰、老实测一条差别。学者也整理出几只海后乡用海后老节做解释，相当话太林太毕业海东村、贴海村一条八只村的，但是是客家后代为主的庄头。溪口乡一共有14个行政村，那我们要辨识是不是客家人非常简单，我们就以溪口街这边画一个轴线，这边以东几乎都是以客家人为客地，以客家人为主的那个聚落。第二条村内度也因为客家种族是强客，故所江南平原最近一道太初的火房屋种植，模组是巴洛克式的建筑。溪口跟大埤是很注重宗族的，因为他们以前都是客家人嘛，那客家人很强调聚族而居嘛，然后就会形成大宗族。好，那相对来讲，漳州的民雄、新港就缺乏这样的大宗族。那有这样的大宗族，你才可以看到那种很财力很大的宗族来盖这种巴洛克式的洋楼。细细的山形表面，还有当多当派条的雕刻，还蛮复杂的整饰，特别有点也用料的相似点好。long的下量的好，长江依托一条线，还可看得出家族的高势。不过，总是设计结简单的料的屋，设计件 QQ 的，有的开始离车别光，还好老结，但是都抢按样，足见无人吃的。啊，无生意要做，大家嘛是走去外位啊。啊，当然你若有人有年潮，有生意要做，伊就搁转来啊，搁回就转来啊。啊，迄种你就一定无趁钱，就对外位趁钱啊。天天的老街每个黑还有主要的联络套路，就算是喺镇上中心，也要面临人口细致没落的命运。溪口这所在就是拢无迄经费套款啊，就做竹山乡，也无什么生产，也无工厂啊。我来溪口是，敢若人口数敢若少伫个3万人嘛。啊，目前即马村少就16000几人，啊，就伫没落的。为了重新本海口老街闹热以来。最近乡公所也开始规划老街再造计划，希望做嚟连接老街，老府区内种植和房屋架调，做嚟打造出相应下嘅怀旧观光路线。也是因为街道狭小，所以说它相对它也保存了很多过去一些原始的建筑物，包括民国30-40年代，还有溪口最早最古老的一个中药行也都在溪口老街，还有过去的一些。张氏古厝也好，一些宗祠，他们都保存得非常良好，都在我们溪口老街里面。它算是一个代表着溪口过去一个历史演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如果能够再造，不要花到老百姓的钱，让他们找回以前的记忆，还有产生一种特色，把人口找回来，能够增加我们这里的产业，这样最好。不过，依道老街居民认为，如黑黑的正係促成老街無辦法發展。故所係希望老街做得比法，就算拆掉老屋也唔怕。
啊，当然嘛是哪看啊，人车要过出入较方便，对吧？啊，开店面的人嘛是较生意较会兴旺。啊，就无托管，就无法度啊，就变行啊。啊，就无法度发展啊。系啊，啊嘛起口拢无人呢，切药，车切到遮入来啦，车切到我徛这个，系啊，好啊。啊，无差，阮这店咧托管，阮这岛拆掉内底，安尼就内底都要有咧。也喺乡公所嘅规划，希望学府区内新港风田局面头前嘅路，将统一嘅看板留天铺也掉。不过也有人认为，应该维持旧嘅路嘅专业，长做喺老府区内嘅上层基建无影响。它就现在的立面而言，我们是不是要跟其他的推动老街一样，它的整个住户、整个商街的一些招牌，是不是我们都要慢慢重新规划？还有一些它的一些灯饰，或者是道路铺设也好，或者是它路口意向的也好，我们都有在目前都有在做一个整体规划。那照讲，咱这条算上元素的嘛。你看即摆若所有咱这款红砖啊，吼，这包括大埤啦吼、大啊、新港，看拢无这种厝啊啦。哦，因为即摆拢改造过，拢过地砖嘛，就无像一个老街啊。啊，你这嘛要算拢足完整的啊。除了要用罕见的建筑文化来相迎合，最后还要当许多欢迎的电路。不过还好，除了米以外，当初一手又代表新的名山。一般人来到嘉义呢，天早会想到当天名山4月雞肉飯。按照呢，有人上嘅涂鸦，因為頭擺擺日做嘅調一邊呢，變做係好，大家都第一名山。我们溪口乡目前比较有特色的名产，大概就是椒饼。椒饼它演变当然就是农历15周年普渡，它慢慢的演变而来的。然后现在算是当地民众的一个特色小吃啊。如果曝光率越高的话呢，那我们溪口乡曝光率越高，那大家就能够把这个溪口乡产品认识它，就是溪口乡产品是鸟仔饼。用竹竿天天节奏，淘汰面天天来炒，也係海口鄉嘅那一項特色手工麵線。40年經驗嘅老師傅，淘悠適拍嘅麵線，拍啲無糖嘅時節，都會本大家注意。頭先像手架可直做到像山安尼，啊，就愛做幾啊遍咧，啲啊扭過，啊，個咱是講阮手，啊，個過，迄個機，咱是講一遍一遍啊，就是。过程安尼，像手架条安尼做过，啊做甲像山安尼，像安尼会长笑2啊，笑3安尼，扭甲遮10公尺啦，会长大啦。用水甘肃面線嘅石頭留有經驗呢，係手工面線最大嘅功夫。學務43年，當日從凌晨3、4點，一直做到下晝頭4點，仲係做到唔拉麥。阮這手工嘅啲煮起來是較 Q 啦，啊算。大家食會接受，攏有誒買着，攏會過來甲買啊。阮是攏普通誒包裝爾啦，無做得太好啦。啊，因攏會來甲買啦。手工係最上癮嘅，古上喺一般，就算鄉公所想要搭配落嘅再錯，隨時好貨嘅手工面線，但像一下嘅人力可能唔拉。手工的東西就是工時比較多啊，然後你產量不多啊。我們目前是。工作就是滿檔，比較沒有時間去就是做這方面的準備了。對，所以我們人力，我們已經維持現狀就已經快不夠了，應該不會在目前不會再說往形象那方面。不過鄉公所認為，整體提升海口嘅名聲，天朝整合全鄉嘅特色行銷，也係困難的所在。我們溪口是真的是。老人口也居多啦，大家观念比较传统，他们比较不会有去那种行销的观念，或者是想要推广自己的一些特色产业的观念。他们老一辈人是确实是比较不会有这种想法，他们都是比较现况不错就好了。可是我会想说，我们如果要让大家知道我们溪口，了解溪口的话，你一定要势必要推销溪口。適當農業，簡單平陽唯一的客家技術，海口因接人口細少，以產業變做重點性。不過看到地圖的族群文化，就算弱弱的推設，但也係老業咁做的重生的關鍵。